真欢喜今日看到一位新的人伫咱中间，就是这个白金记伊带伊的查某囝黄淑芬、黄淑芬咱就拍鼓啊欢迎淑芬好，谢谢你甲阮查某囝我共年的73年次的我人去做我的查某囝咧73年次的希望上帝赐福帮助伊，互伊每一礼拜会当甲妈妈做伙来教会来敬拜有使。我所爱讲，当初咱这圣歌队唱迄条诗啊，有无？你有感觉足感动的？一个全新的你，忘袂记新的一年。其实牧师娘的用意是爱听这条歌，你敢知影？就是新的一年，望咱有一个全新的你跟我，你甲咱拢会当有一个全新的。是要叫做全新的？全新的就是你旧的安怎？旧的甲当期你要变成做一个新的。新的就是安怎有改变。早起你有听到迄个赵斯汀利咧讲改变，人若无改变，拢你拢永远伫咧旧的，安尼就毋对。所以信仰咱来看，你赵斯汀利讲你若无成长，你的属灵的生命若无成长，就是安怎退步。无成长绝对是退步，一定要改变。牧师讲你要逐项改变，逐项改无可能，对一项开始。我后礼拜开始，较早来，我会当后礼激励家己。我有讲我有当较晚困我即摆激励家己讲，今年一定要较早困。牧师要甲你讲撒旦遐透过逐种的方法咧破坏你茫个教会。你新的一年开始，我就定听到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你早起我问我接到一个，我说我干唔着咧。我要甲你讲，你服侍上帝，认真好就，你还阁有时间通好干。我是要甲你讲我嘛规身躯拢全白领甲艰苦，我要甲你讲但是牧师要甲你讲，against 抵抗即种的。有当时是撒旦咧困住，撒旦咧破坏，会叫你上好心态，叫你点上好心态。所以咱毋通袂记，一切伫上帝手中，爱遵照上帝教示去行，就你要束缚到万代。今日牧师特别用一个地方要互咱知影，要互咱知咧甲因讲啥物，撒旦的规矩。愈讲你愈清楚。牧师有讲咱周末咱周末这个地方你无来的人，你甲讲。咱周末下骹有迄个王子，你逐礼拜拢听到咱的圣歌队唱歌娱乐也是领诗甲牧师的讲道。你若即礼拜无来，你会当听者。因为今仔牧师忽略去，牧师一直要甲你讲，我一直要甲你讲。我甲你讲，我今日所要讲的内底。有对迄本，即人上帝带伊去天堂去地狱，倒，甲上帝的精进，伊写上帝叫伊最后说叫爱写爱甲人讲，较紧甲人讲，伊的时机已经接近，已经到了，你着爱谨慎，就咱今日的圣经甲咱讲，咱即礼拜咱有过去，牧师有带咱的中集透过咱的双年去看。科学枢纽我来看者，科学枢纽伫咧即个安养院即个科学枢纽当然，阮顶个是伊的囡仔拢伫的，即摆囡仔拢无伫的，伫美国，伊有原搁惊吓，安那有较善淡无，科学枢纽，阮即个去甲看，顶个是即张，迄个较笑神，笑顶个伊的查某囝，有无即届是即张你甲看，不过是无变啦，但是你甲看无共，翕相起来到去甲看佫无共，总是牧师爱讲，咱特别爱为着继续为着伊祈祷。科学枢纽是较早咱的科学书创起来即间教会有无？带咱来设立即间教会的牧师了。
即摆伫咧家己按用，有小可伊的迄个有一个病啦，伊是病有病症，就是讲脑的萎缩，小脑萎缩，叫做小脑萎缩症。即个咱就囥伫祈祷中间，咱就替祈祷，莫袂记，咱定来替别人祈祷，就是咧替家己祈祷。一本册内底有写，讲大道你，我有讲查经的中啊，你大道，你大道中啊，像一个一束光啦。主耶稣后像一束光，啪一拍去上帝啊！天上拢咧记录你咧讲什么？呈给上帝，上帝要跟你讲说，要怎么成就你祷告的？有的给你，有的他怎么样，在他的以敌的上帝迄个 power 内底，但是莫袂记的，这是咧甲你讲什么？每一样一定爱，所以在查斯汀你讲啦，你得爱读圣经，祈祷，读圣经祈祷，敬拜甲服侍，你莫袂记。昨日其实，昨日看查斯汀咧讲的，甲囡仔拢有关系。我本来要叫小姐你转去当这爱溜看啦伊讲啦，讲你爱将信仰对细汉就爱植入小孩子，互囡仔内底。昨日我拄则甲这个释完技术，我咧甲讲，你带你的囡仔，哇，囡仔真个，咱对细汉就将信仰放伫这个囡仔身上，慢慢的大，慢慢的大。莫到大汉才来，但是 it's too late。圣经讲啊，有人咱一句话讲 it's too late， 伤晚了。对细汉，我定咧讲我迄足古锥的查某孙啊，圣诞节咧做天赛，做什么有无所以牧师来讲，这是经验，我的经验万袂记。对细汉你就带伊来接近主，就把迄个真理信仰植入他的伊的内底，互伊达死去，甲主有一个结连。牧师今日要讲的甲这我拢有关系，你注意来听牧师安怎咧讲咱放心敞开祈祷，非常的感谢你的恩典，佮打我的话，我有这个福气来敬拜神你，主啊，你一定甲我敞开祈祷，帮助我，要互你，我会晓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神你，要互你老母耶稣讲甲听，拢白白着你，安尼感谢祈祷，拢上个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对个机会，今日是上帝所设立之，所以咱讲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莫袂记，因为咱是有信心啦，灵魂得救的人，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牧师这个圣经在是伫咧希伯来书啦，希伯来书即句话头前甲你讲讲你毋是一个退后，你看希伯来书即句话牧师定咧，你甲咱讲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中间，伫咧即个希伯来书第10章，伫最后11迄个所在，29节讲咱毋是迄个退后入沉沦、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是读汉文的，咱毋是迄个退后入沉沦的。几啊千年前圣经就甲你讲。莫袂记，查斯汀在讲你无忠进无进步就是退步。所以咱伫上帝的生命爱忠进。牧师来讲拜师的查经，毋茫恁每一个人，咱的会友嘛当来参加。特别是咱的忠进，牧师佫一摆强调，咱的忠进，技术嘛拢会当来。你若有时间有闲来，莫袂记，一定要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甲咱三家己。咱牧师即礼拜我咧讲，咱因为我拄仔看迄本册，这毋是我准备的，看迄本册了后，结果我要准备的物件，甲迄本册拢有关系，会足趣味的。我咧去册店，我咧看，最近我咧看了即两本册，一个属灵的经典，启示，即个对天赛启示，属灵的经典的启示，甲伊去。主要所带伊去天堂甲地狱，佫倒转来，一个启示。我咧讲的物件，伊甲最近，因为即足要紧，
哦，这叫新的一年开始，无需要安怎讲，咱装备咱本身。哦，你差不多好在咱咧甲什么咧竞争共款，咧战争共款，所以前期，啊，拄仔圣经讲啊，前期啊啦，全副啊正甲军装，哦，所以上帝的军装，嘛袂咱做基督徒一定爱有吼。但服装，咱知影，你指你穿伫个新旧的衫甲配件，是讲装他品。啊，即个衫发生除了人类为着要适应气候有无，就咱冷热有无，咱需要塔衫、穿衫。啊，还有人啊，就是讲咱生落来爱水的迄种的要求，还是讲吸引迄个异性等等这理由。啊，咱透过安那人迄种的爱水，啊，想要安那装他一个欲望，啊，促成了安那衫的一个演化演变。啊，这是今仔日安那，咱对衫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哦，基本的概念。啊，当然衫有足侪历史啦，吼，比如早伫个旧的迄个石器、石器的时代，咱读册可能咱拢有读石器时代，就有啊。啊，起初是用皮衫，哦，用迄个骨浆来填啊。所以后来的人开始用一本纤维，哦，啊，伫遐来纺织，成做一件衫。啊，你若对新的石器时代开始，吼，这是对新的石器时代开始，就用迄个一本纤维啊纺织，哦，啊，捌伫个瑞士吼，捌学着啊，差不多几啊万年前，用麻做的一个衫，麻做的衫，哦，啊，到这个铁的这个时代，有铁器的时代，啊，发展用毛线，用迄个毛线吼，啊，用迄个纱来编织这个衫，啊，这是一个衫的演变的历史啦吼。咱看这个，啊，而且用玻璃啦、玻璃啦、金属啊来做装它，来安那挂伫个你的新旧的一寡衫的一个技术。啊，所以人你穿衫的由来历史真久。哦，除了迄个较热的所在有，因拢安那拢无穿衫。你看我今日你看迄个 Discovery， 有咧照迄个伫非洲哦，啊，是讲较原始的迄个。住伫迄个足原始的内底，伊拢无穿衫。啊，这是一个应验早时上帝讲的创造亚当夏娃的历史时啊，拢无穿衫的。哦，啊，真自然。所以为着要保持体温，保护身体，避免外界迄个迄个侵略，啊，才安那穿衫。哦，啊，这其实你对心理上来讲，哦，但是另外一个，咱对心理上来，人要得到甲别人的区别。所以咱穿一种衫，就当你为着你要甲别人区别，有无吼？还是讲你要威胁敌人？哇！咱穿个衫，哇！咱足有这剑高，哇！你人看到就倒退三步啊，吼！啊，所以为着要威胁敌人，还是讲阶级，吼，还是讲吸引这个异性，等于心理效果，吼！啊，其他个一个武术的故事，听讲吼。哦，你穿衫裤啊有特种的，你有一种的迄种药，这是即个较无文明的人类的迄个文化所在。但是人类另外一个啥啊？是见效的观念。哦，你必须要穿衫。哦，啊，所以其实咱对圣经的中间会当来了解人穿衫的一个需要，啊，甲伊的过程。哦，你对圣经内底，哇，你就会当了解，就会当来了解。然后讲，上帝创造亚当甲夏娃，哇！你看创世纪，当然你看创世纪圣经哦，你感觉足奇妙啊！哇！你若甲无信人咧讲，若你看圣经记载每一个启示拢有甲咱讲，对人类的开始一直到，对。啊！你看你若看其他人来讲人安怎来？为石头壳个拔出来，无就讲要什么变的。但是人袂记，信仰你嘛要有一个理性，所以上帝创造亚当夏娃这个人，伊本来无需要穿衫。咱亚当甲夏娃，伊原本是一个代表人类的代表。当然你起初毋上海甲他创造两个人，亚当，这是土地，这是人类一个代表，夏娃，所以你嘛袂记。有当有个人爱读圣经，讲起初上帝甲他创造，即摆来遐济人。嘛袂咱咧看圣经看历史，比如
上帝啊透过历史的中间，甲以色列百姓生活做伙来启示本身，互咱知影。一直到现在是上帝透过什么人？耶稣基督，伊的独生囝啦，启示耶稣降生到这世啊，啊无啊啦，这上帝遐尼威严，上帝遐尼好利有啊，啊伊要咱去 knowledge of God， 要咱去明白这个上帝。所以才记个查斯汀利有内底，你看伊可能咱下暗10点外是讲几点拢有个重播，查斯汀利咧讲的，你要咱去明白上帝，到最后你明白上帝安怎？牧师娘咧讲好无？你安怎明白上帝？这个上帝你的认知是安怎？这足要紧哦。所以啊，人犯罪了，发现人的真相，人伊就知影善恶，开始见效，唔敢记上帝。所以人就安怎用树叶、树皮炸身躯，最后上帝亲手为着伊做皮衫。哦，你看我创世记有啊，所以这皮衫的由来，你看上帝亲手为着伊做皮衫哦。创世记的3章21节遐拢有写，慢慢人进步到今仔日，各种的这个衫无相像的质料，所以服装是人是咱人类必须要一个必需品，哦，必需品，哦，但是我咱来思考几点，哦，思考几点，就是讲，哦，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袂讲伤多，我后壁还佫有真济，本来我这个，哦，这是真长，啊，我按怎要甲分做3，我想讲免遐尼，等于两科就会使，哦，啊，这课足要紧，我用这3个就是到底，哦，人，咱所有人，不管你有信甲无信，既然人类人甲这服装有啥物款的关？哦，甲所有人关，服装是人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服装伊人、时、地区工作，也是讲你哦职业等等有区别，哦有迄个区别，哦等等这，哦服装甲民族有，逐种的民族你看，无修养民族伊穿无修养的衫裤，有无？你看到阿姨这就是啥物？你若讲日本人，啊这日本人，哦有无？你就知影伊穿啥？啊中国同款有无？哦哦，服装甲阶级有无？国啥物又穿啥物？啊较低阶层的伊穿啥物有？过来服装甲职业有无？属农工商拢无修养，哦过来。性别有无？男女有别啦，有无？有人穿安尼，有人穿安尼。诶，查甫迄个咧，苏格兰有穿裙啦，哦，啊，但是迄是因的传统，哦，伊有一个文化的传统，哦。但服装甲年龄有无？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咧穿的佫无共，哦，啊，过来甲经济，哦，较好雅，哦，较好雅善，然后咧穿插佫无共，吼。啊，服装甲情绪有无？吼。你内当甲记录是讲甲写的抄起嘛袂要紧，哦，服装甲情绪、快乐、悲哀拢袂有，哦，过来，甲颜色有无？你穿啥物？所以牧师较爱穿红的，哦，我来穿啥？你看我逐日来便当较穿红，所以人讲你细汉所以穿红，不是啦，哦，感觉较红是红较活泼啦，吼，服装甲生活，哦，迄无人你记在伫即个，所以拢有讲。迄个生活，有当你的穿衫，哦，伊安怎，哦，衫代表啥物？哦，甲你处罚，也想甲你奖赏你，哦，总甲升迁，哦，这拢有关系，哦，伫咧即个圣经内底拢有记载，哦，耶稣要去就惊有拢铺路伫咧，迄个，或者咧环境一个讲有无？哦，要诚做讲，哦，我拢甲环境，啊衫甲铺落，啊，互伊行得，哦，总甲人生。哦，这是一个披露性，OK， 吼。啊，这个以赛亚哦，等等遮拢有讲着，吼。啊，服装甲战争，吼，战争内底嘛拢有讲着，吼。啊，过来是物？服装甲宗教，你看迄个佛教啦、道教啦、基督教、回教、印度教，因咧穿插拢无相样，啊，这是宗教上的，吼。服装甲信仰，咱用用这个衫来表人的罪，所以基督徒伊到最后要穿白衫，你看启示录拢。白衫，啊，所以去天堂间地个去看嘛，看题材啦吼，就讲起地球拢穿白衫，哦，得数，哦，拢穿白衫，启示录内底所讲启示，哦，啊，咱到教会爱争取，美国人譬如伊拢穿衫较随便有无？但是因若来到教会，必须要讲经济，哦，顶一届牧师也捌讲，阮家带迄查某囝，伊就是拢伫咧
别人的教会咧做礼拜，因为遐无迄个，伫学岛啊，较无迄个台湾人，啊，拢外国人。啊，伫遐咧做礼拜中间，哦，啊，哦，大家拢西装棉裤带，来教会做无啥物拢，大家拢穿西装甲棉裤带来敬拜上。比如伊看人啊穿啊，啊，但是迄记者的教士拢穿啊，哦，服装甲西服最后白色，哦，你要穿爱穿素衣哦，特别是咱中国的传统，咱台湾哦，爱3顶、5顶、7顶、9顶，穿啊几啊顶安尼吼。总共就衣食住行，哦，穿衫、食、大、行，伊着即个衫上界啊啦，现实，哦，上尾就讲啊，人身躯若无衫，就互人欺负安尼，哦，哦，身上无衣被人欺啊，哦，啊，所以咱做基督徒的咱也必须要一定甲服装有密切的关系，哦，一定甲服装有关系。所以咱袂讲哦，咱做基督徒的咱到底甲服装有啥物关系？哦，而是咱三个来想，即个服装甲基督徒的咱的关系到底是啥？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伫保罗批信的中间，伊提到啊啦，基督徒的服装，毋是咧指穿啥物款的衫，像犹太人回教徒，像是佛教徒、基督徒拢爱穿的，哦，即个毋是亲像咱咧指讲爱穿啥物款的衫，咱基督徒所需要穿的是啥？上帝的军装，哦，上帝的军装，哦，啊，到底是啥物款叫做上帝的军装？咱来看，来，咱三个来行为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0到第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0到第，咱，哦，你行几节的圣经，啊，牧师慢慢来讲。你看帖撒罗尼迦，哦，你汉文的是292页，帖撒罗尼迦前书，哦。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8节，哦，这是保罗所提第一套的军装，哦，第一套的，哦，你注意看，你行规听到来个5章，哦，先开始有一个讲啊，可肯即个运动啊，爱精神爱接受，有无？头一句话就甲你讲啊，第一节5章第一节讲，兄弟啊，论到是日期，毋免写背互你，哦，论到迄个死后日期。免写背后，因为恁家己明明知影，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像眉间的插一样。哇，这是我咱精神啊！哦，咱毋通亲像啊啦黑暗的物件，爱带伫光明啦，你爱改变，爱带伫光明。咱定爱行伫光明，你注意看，你若无行伫光明，就是行伫黑暗啊。我伫咧咱的教会内定经验着，定咧亲人朋友50，你注意甲看，足久无来教会，无伫教会，就开始咧行偏啦。哇！即摆我啊认真啊，久无来听讲伊安怎，要走路啊？无听讲伊毋知安怎？啊你起初叫你来教会，啊认真来教，妈妈叫你来教会，你哦认真啊为着啥物代志就离开上帝，啊就开始也行偏去。啊这少年哦，这红甲。今日拢去南部啊，哦，照你讲的礼拜日啦，我甲你讲，迄人我甲你讲较严的，礼拜日是袂使，哦，啊因小妹都无听啊，因咧小妹都无听啊，不然做小妹人，我较会讲礼拜日叫恁来安怎，这无可能的代志啊，我需要甲你讲，礼拜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啊你做基督徒家己都袂尊重，啊你要安怎去尊重别人，啊你要叫人甲你尊重，茫袂去，礼拜日。是敬拜上帝，伫本册内底主要所甲讲，父母啥物拢比敬拜上帝佫较要紧。服侍上帝、敬拜上帝，甲主要所甲讲，啊叫迄人写爱甲世间人讲，无死教啊！啊，是安怎上帝耶稣要甲讲安尼？因为你无定来敬拜上帝，无甲上帝有一个关系，有无密切的关系？有无？咱就咧唱，会早起咧唱迄条歌。一个全新的你，咱唱，但是你敢若咧念，我所要甲你讲，一个全新的你，敢有影？你敢有影真正全新的你？我所来讲，你唱圣经有哪？你看这个，你所以你定爱定甲上帝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关系。啊，你要咱甲上帝有一个 connection， 有一个密切关系。读圣经，所以牧师咧田中健，即嘛是一个管道，有无？啊，你就要透过各种的关系，定甲上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才会使。
定踮伫主的内底，你踮伫主的内，较袂安那行偏去，较袂偏差去，敢毋是？所以你就爱真细腻，哦，真细腻。啊，所以，哦，咱看我哦，第8集，哦，听到我第5周，咱看第5周的中间，伊才咧讲第一套的军装，哦，啊，头前就甲你讲啊，咱茫踮伫乌啊，因为咱是啥啦？咱既然属乎白做，就是讲咱是一个光明的囝，做一个光明的囝，你绝对爱接受，将信听当作护心镜，掠你的现含啊，将得救的梦当作头盔，甲抵咧。来，咱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就你牵第1章来，你牵第1章，是敢若第5章咧讲来，牵第1章，有无？啊，第1章而且就甲你讲啊，这是保罗写啦，啊，甲提摩太写配哦，帖撒罗尼迦哦，伫咧悲上里甲主要所基督内底教会，有无吼？啊，咱知影，而且你对第2节、第3节，你若讲哦，你若照着你若讲叫你若讲礼拜三才去甲你讲，你若讲礼拜三才去甲你讲，即摆咧敬拜上帝。哦 ，OK， 来，你若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有无吼？你看哦，第2节、第3节，叫只是无出来讲，伊是拜伊要手术，哦，啊，可能来咧个关心，人敲电话来咧个关心，哦，啊，因为有足侪可能伊的亲戚五六个人无听到你，我咧休息啊，咱敲电话，迄若9个人无可能敲，知影你咧敬拜上帝要敲你，啊，毋调工的 ，OK。无出来讲，你做一个基督徒爱有这种常识，对不对？好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哦，第1章，你看第2节就有讲着，你看伫遐佫摕着啊，为恁正人常常感谢上帝，基督人提到恁第3节有，伫上帝面前不住纪念恁伊的信心所做的功夫，伊的疼心所受的劳苦，伊的毋忘咱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吞论，而且佫摕着什么？信、毋忘、听。啊，所以伫即个中间，哦，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称呼提着信、毋忘、听3项真要紧的事。啊，这信、毋忘、听哦，足趣味的。阮囝哦，我老师拄仔咧推荐的，伫教会拄仔推荐的 LHF， 有无 ？Love, Hope, Faith， 信、毋忘、听。其实我伫咧实堂院我咧读册，我就咧讲，我伫咧受奖代志。咱基督徒甲基督拄着，你要怎知影讲你是教会？会惊你毋是讲，看你甲一神家，就是你教会人毋是？你回话拢甲你甲伫遮，无论吊伫咧院啊，啊无论乌白吊啦，迄毋是你甲看到神家，毋是讲伊是教会人诶，毋是，伊都毋知神家是啥物，真正乌白吊，伊掠准位诶人就讲，啊你甲迄个辟邪，你就无有代志，我要甲你讲，凊彩讲。啊，比起咱大家拢爱买1支就好啊，家庭采啊几支就好啊。所以啊，毋是迄支是日记，迄是一个信物，迄是一个上殿，知影无？啊，咱着爱知影即个是日记由来，啊，为什么有即个是日记？你着爱了解安尼，哦，咱嘛就遐无啥，啊，到底是咧，你是甲人咧讲啥物啊？你也毋知影这是日记由来，哦，啊，这个真笑话，哦 ，OK， 忘袂记。信、毋忘甲听，这足要紧。我就咧讲啊，我就讲，阮伫知影中，我就讲，要安怎知影你是教会人？你要用啥物动作拄着，啊，要比啥物，要做啥物？后来我叫人推这 LHF， 哦，啊，这个是一个标志啊，有无？透过咱清查，透过咱 LHF， 互咱知影讲，咱就是教。咱若看到这，你就知影讲，信、毋忘、听就是教会啦。哦。你若讲一般诶人袂记，甲你讲 LHF， 对不对？咱是教会，哦，啊，所以忘袂记，伫遮摕着3项，即要紧，哦，咱慢慢来讲。所以保罗先生伊甲西啦，甲西提摩太后，伊伫咧差不多主后512年来到即个所谓建立教会，帖撒罗尼迦。啊，你若看《使徒行传》17章，因伫即个所在拄着差不多遮足个土匪啊，规群啊要甲迫害。你知哦？因咧起教会拄着的就是安尼，可见即间教会是起伫患难的中间。
哦，所以无输来讲，有当咱讲泛滥，泛滥对咱毋是歹，哦，拄着泛滥有无？拄着咱有一条诗歌吧，拄着泛滥有无？我去头壳去找去即条歌出来，所以老咱生活队员咧练习牧师娘安尼起啊，咧练习哦，啊你逐日拢袂晓小唱一个哦，我跟你讲，歌定然后伫头壳脑顶，啊你当然唱我若工作我若唱歌嘛袂歹啊，我牧师甲你讲，迄就是甲上帝有一个关系嘛，对不对？啊你及时会帮咱做啥物？你唱歌对你来讲唱圣诗啊，咱定即条诗歌，咱以前就捌唱过啊，其实恁咧唱我拢也无看谱，我拢甲恁踮遐开始咧唱歌，因拢刻伫头壳内底，定唱，你就知啊嘛。所以你毋免定看安尼下骹，如果看无输入就好啊，甲你比就安怎唱就对。OK， 这是额外的话。所以四个人17首条来，伊当时保罗做着迫害，啊，这间教会是犯人中所起，所以保罗啊，伊离开了这间教会，又原伫咧受迫害中间。你看第2章14节，咱今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4节有写，所以保罗伊安啊，捌车欠提摩太，佮倒转来看卖啊，鼓励伊啊，爱站立得稳，爱徛条，哦，袂使倒落去，哦。所以讲啊，咱头一系列第二礼拜，你着叫迄撒旦甲你拍倒。哦，所以来讲，你无迄时间通破病啊。我刚才会主长老今日有来，今日落雨天，我有人今日落雨天透路，我伫咧烦恼，我等落雨天透路，我啊。最可怜的啊，走到咱就是出着。我咧哦，是啦，感谢上帝啊！你看吼，这乌面见证啦吼，伊有原安尼来。另外，毋是你啊，新华子，逐礼拜我啦，听来，伊是逐礼拜安尼，新华子伊讲啊啦，伊定咧，我足感动新华子讲一句，我啊恁遐个囡仔咯，啊，牧师啊，你敢知啊？迄若无福气哦，拢得袂着啦。新华子是甲迄个小阮子伊是头一个基督啊，干那伊听尔，新华子干那伊听尔，伊家己走来咧，找教会咧。啊，伊是互我说咧，兄弟姊妹，伊家己讲一句话讲，你若无福气，拢得袂着。啊，迄是伊的体会啊。一个老大人伊的体会，咱做少年人，咱敢袂感动吗？咱会感动。啊，你讲伊透路，我今我嘛足烦恼，你知影？因为伊拢爱家己一个，因兜的人也无要陪伊来啦，啊，无人甲体条一个，讲伊咧囝看伊讲啊，我这妈妈，我要辛苦死，我逐礼拜我甲。这已经食真咯，我逐礼拜咧甲，我安尼阮老母我会安尼为伊来，因为惊伊受伤，惊伊跌倒，惊伊受伤，啊！你姊妹敢是安尼？这世代，牧师爱讲，什么叫做友好？什么叫做友好？你甲你的爸母还佫弟的，你就会晓甲妈妈做伙。啊，甲服侍，啊帮助伊，有啥物困难你甲帮助伊。咱咧逐礼拜咧替伊祈祷，有无？属灵啊！咱逐礼拜咧替伊祈祷，五受益。5当前，4、5当前来，伊甲我伊剩一当，伊性命剩一当，结果活到夹夹咧。我毋知影上帝意思，真侪人拢比较大声。我要甲你讲，我毋知影上帝意思，因兜的人拢无感觉，你足厉害。所以来讲，足侪见证，咱教我来到咱教真侪见证，你注意看，坐伫咱恁兜真侪见证啊，受苦着就是啊。啊，因兜的人，你注意下看，我要甲你讲，有个人还佫袂谨慎啊，还佫伫咧世俗啊，佫伫遐咧喷喷。我要甲你讲，啊，上帝去啊，迄个人去上帝啊，甲讲啊讲。主要所甲讲啦，你在世我定车欠人咧甲你提钱，定车欠人咧甲你提，啊你拢无咧甲伊信到，啊去到遐你才咧哀叫啊收班啊，要所讲心破已经定啊 ，it's too late， 啊无要啦叫做啊无咱遮咱哪拢讲啊，啊咱逐礼拜拢来啊，遮牧师大家甲你，啊无咱拢讲个嘛，毋是啊。咱有迄个信毋茫甲定，迄个毋茫嘛，你将来迄个毋茫嘛，这世间会过去嘛，甲你讲会过去，你有偌济，你有啥物拢无路用，
但是将来是永远，敢是？这是我咱足大安慰嘛。这咱将来要得到迄个荣耀，比世间的一切更加宝贵的物件，才认为袂臭袂烂。OK， 讲到倒来，哦，所以咱知影第五周一直到今日有数，跳到了第五周提到着啊，信徒种上灵的军装就是信唔忘听，用伊来保护信徒呀啦，你的胸坎啊，甲你的头壳有无？啊，这个胸坎啊代表什么？你的心意，心意。有咱咧讲，你的心意有无？咱拢会知安尼。哦，啊，这个头壳代表咱的啊啦 ，your mind， 你的思想。啊，这个时代基督徒所拄着上厉害的征战就是心思甲心思意念的一个征战啦。牧师要甲你讲，有当撒旦会甲你叫咧啊，你莫啊，你莫啊，牧师咧讲啊，你莫插伊，哎，拢凊彩讲讲。互你免遐认真啊，你了，啊，互你不在意，甲你影响你的心思意念嘛。牧师咧甲你恐吓，咧甲你啊，你讲啊，撒旦的条件，撒旦对你的心思意念，因为咱讲迄无看见的，我你心思摕我看卖啊，你的头壳摕我看卖啊，你讲摕出来，摕袂出来啊？啊，迄撒旦就是，你嘛看无啊？有无？空中有两种灵啊，一种是圣神 Holy Spirit， 啊，一种是魔鬼撒旦的。牧师要来讲哦，你注意看，牧师咧讲这个，你注意看圣经内底哦，你注意看圣经，你去查考些，这个内底对撒旦的描写有几种？鬼魔，哦，啊，这个撒旦，啊，佫有啥物？这个有足多，我只要忽然间讲袂出来，足多对伊的描述，咱而家牧师常常会讲着，来注意哦。啊，所以上界厉害对基督徒，对于基督徒上爱的征战就是心思甲思想的征战。啊，所以牧师看这本册《上帝的启示》，灵界启示第63页第5章，上帝的经验有7个领域，有7个领域咧，甲伊伫撒旦透过这7个领域咧，甲你咧对付你。啊，你就要注意吼，牧师要来讲铺开来。啊，这本册提到着，我要开始下骹要用迄个转述的吼，我对这本册爬出来，吼，提到着撒旦攻击咱的7个领域，其中约书第6章12节。记4个，咱今所读的圣经有无？有无？现代也不能伫遐修订版的，你看哦，我甲伊对照的，因为咱毋是对抗有血有肉有头先牧师讲，这灵你看无啊，对不对？我叫你摕出来，你敢摕出来？摕袂出来？你看无？要对抗有血有肉的人，咱毋是对天界的邪灵，迄邪灵就是你比如说另外一种，迄撒旦的另外一群啦吼，邪灵。啊，就是这个黑暗世代执政者，黑暗的世代执政者，你注意看，圣经讲啊，黑暗的世代执政者，过来掌管者，啊，过来啊，宇宙间邪恶的势力，你注意看，你跟圣经啊摕起看，哇，等下几啊千年前，这描述这个物件，还描述啊遮厉害，啊，伫今日拢发生。你注意看，啊，这毋是咧讲今日咱地面上的这政府官员，毋是哦。耶稣嘛讲哦，你注意看，我规个转述出来哦。哦，你注意看哦。过来，咱的即个好啊本的，讲啊啦，咱毋是头先咱是读的有汉文的，你讲无？毋是属迄期的经文，原文是设讲内底有写吼。但是甲遐个执政的、掌管的，管啊即个暗幽暗世界以及。天顶上灵去的恶魔，搁一个字眼有恶魔，吼，政治啊，这十个圣经咧描述撒旦的国度的政权的结构，伊的 structure， 伊个结构，整个结构啊，做我显示，哦，而且我即摆是咧讲转述啊，吼，带去天堂啊地个，伫遮的天空 sky， 这个天空是包含。几个为悬到低无修养的官兵的领域，牧师今日甲你教就好，你会认捌这个撒旦，你会清楚认捌伊，你就会往那对付。哦，啊，所以你看嘛，对悬到低无修养官兵的领域，哦，啊，都我讲个心思意念，我即话咧讲心思意念，对心思意念这来，所以，哦，整个的 sky 这个天空是对一群庞大邪灵所组成。甚至伫本册内底嘛，甲你讲，有当时啊，狂风暴浪啊，狂风迄种伊要互你乱嘛，你世界互你混乱，你了，
破坏你的经济，破坏你就甲你乱啊，你互你乱。人类对，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人啊，包括有时甲袂容易创造的啊，哦，要注意。所以撒旦本身是一个罪恶的最高的统治者，伫伊的下面有个灵的一个阶级的制度，既然加入撒旦，哦，这个背叛的反对上帝，全部甲伊做样对落，哦，堕落啊，所以咱知啊，咱已经正做鬼魔啦吼，另外一个名称啦，即摆咧讲因顺服撒旦，证明伊的意愿，撒旦是最悬的啦，最悬的迄个领导者。伊的意愿，所以撒旦正做邪恶的无上的权力甲最高的势力。第一个战争的区域是啥物？我甲我讲有无？圣经有无？我去耶稣，或者讲执政者的领域，啊，这是撒旦统治法老司令的一个工作。伊讲上帝甲启示，讲规模教时用撒旦的迄个智慧中心的回报。咱这执政的这个希腊的字眼的原意是啥物？第一，主要上官阶最高阶，像讲主管哦，各联合全人执政，比如讲迄个军长嘛吼，然后啊叫总统，下骹的这行政院长有无？哦，像安尼你甲想安尼啦，全人执政统计员、行政官长哦，本源迄是统治者。这个执政的迄个艺术含义，有这个艺术，哦，来啊，这个执政的领域是撒旦上悬的阶层，上悬的最高的就是总统有关，哦，啊，汇集上大的权力，所以撒旦就是主官嘛，伊支配一支强大的军队，伊打败教会最首要目标哦，牧师写的引述哦。这本册引述哦，所以伊打败教会最首要目标，有无？打败教会，所以咱伊有讲着哦，啊，所以第二阶段就是第二个阶级就是掌权的，我头先有讲着领域，唔是指世界的政府，而且有讲着有无？甲你讲哦，所以世界的政府，所以世界的政府伊讲唔是世界的政府，哦，伊甲你讲啊，有掌权的领域。世界的政府，不是咧指世界的政府，是对有大能甲权柄的邪灵所做的，是宇宙的破坏者。哦，宇宙包括整个咱的世界。哦，头先无师有讲，伊要甲你破坏啦，伊甲你破坏，你乱就对了。哦，啊，第三个领域是啥啦？咱头先有读到，管辖这个幽暗世界，啊，这邪灵不停咧争夺上帝的地盘，你会记得袂？主要说安怎讲？这个波斯帝国的灵界军哦，是这阵的统治者，也是天使长米加勒在伫但以理书中所提到的。哎，你看但以理书，哦，但以理书你甲讨厌也袂要紧，牧师伫遐用互你看，哦，但以理，咱知但以理讲到这个，伊才有讲到这个波斯帝国灵界军哦。波斯帝国是早时你注意看，波斯包括伫这个黄色的顶面，迄地球的黄色的，迄属伫较我中东迄边，整个迄个规个迄个，所以你注意看，迄个啊足乱的有，定来嘛咧战争，定来不是咧为着迄啥咧争夺，定来，这个所在波斯帝国，啊，这几啊千年前，这个圣经人啊，这是伊去耶稣主耶稣甲讲的。牧师即摆咧下面咧讲拢转述的啊，你听吼，伫迄本册内底转述主耶稣甲讲。啊，这是伫即个但以理书内底有提到的啦。哦，但以理书你掀开但以理书第10章13到20节，有无吼？所以但以理书的经文暗示即个世界存在着特定的一个地理的疆界，伊足趣味，你讲地球，你也拍开地球，你也看，像欧洲、美洲、非洲，拢有一个地域吼，拢有一个地域性有啊，世界足趣味，拢安尼分做，咱嘛感觉足趣味咯。表示这灵活物各自负责不同的区域。咱知影，你搁对倒去看，新约耶稣，伊咧赶鬼有无？有一个叫做群，有无？群的灵，有无？最耶稣甲讲，你是啥物人？讲我是群啊，我归群啊。哦，
啊，统治者统管一群的下令，啊，点伫一个互贵妇身上亲像，啊，伊就祈求耶稣啦，毋通赶因出开离开即个加大略的一个境界，伫迄个境界，叫毋通甲赶出去迄个所在哦。啊，所以表示讲，迄个所在是统治伊控制的所在咧，啊，你毋通甲赶。哦，无需要来讲的是啊，我互你看地图，哦，你即个黄色的，即个是当时的即个波斯帝国较大，有啲即个所在是即个非洲，啊，即边是即个阿拉伯有，啊，这是迄个以色列中东迄个所在，哦，欧亚非，哦，中东的所在，即摆有即种的哦，安尼袂歹，会当互恁，若即个咱看着吼，随时会当看着种，即个。咱即摆安怎？牧师你注意看哦，这是牧师咧转述一本册，耶稣甲讲的。你看哦，伊祈求耶稣毋通赶因出迄个加拿大，可见知影因有地域性。这是耶稣甲讲的哦。我即摆是咧转述哦，迄本册哦，我即摆一直咧转述迄本册，毋是我是对册甲拍出来哦。有一寡国外世界统治人属于宗教的规模。或是文化上的规模，啊，因是咧专门影响社会趋势啊，甲动向。你注意哦，社会趋势甲动向。流行音乐、流行什么意思啊？社会咧流行什么你注意哦。咱这主要说，搁甲伊讲，保罗伫以弗所第6章12、16，主要说你看伊圣经我足清楚，伊伫咧以弗所第6章12、16讲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而且讲啦，讲毋是咧指世界上某一个首都内底政治腐败行为，你我耶稣嘛知影。即本就是耶稣亲身甲即个人讲，啊，伊甲讲，毋是咧指世上某一个首都，像咱台北市，什么市有啊？迄个政治腐败行为哦，足趣味哦。伊甲你讲安尼哦，所以你也知哦，迄腐败哦，上帝拢知影，都一家咧腐败咧烂，迄上帝拢知影。主要所甲你讲啊，毋是咧描述某一种的灵气，也是讲气氛，乃是咧指运行伫天空中的撒旦的国度，啊，邪恶上面的势力的领域，啊，这邪灵特别是针对教会，针对教会。因为我伫教会咧牧会，我常常感觉常拄着你注意，啊，撒旦在咧做工，咧阻止你忠直成长，叫你毋通做迄成长。成长啦，叫你做迄个退后啊、沉沦的啦，你要注意吼。所以特别是针对教会，所以邪恶甚至已经参入了我的百姓大家阶层的中间，就是教会，伫咱的基督徒的各阶层的中间，互咱注意。咱我看到迄教会发生的一寡代志，表面上有看安尼，啊，其实无遐无一条。伫教会内底常常看着，常常发生，阮知影伫教界出咧打，所以主要说带着真悲凄的声音讲啊，伊讲啊，有一寡牧者甚至无互遐吹求稳定甲下面的人啊，因落毋望啊，无互因毋望的。伊主要所讲的，所以咱做牧者人，我叫势利的，人要得救，人要咱袂晓看见，所以无顺来讲，你毋通看见遐细项代志。诗班因为无互牧摊发诗班啊，有讲到诗班啊。你上帝知影，你诗班咧。牧师无然后你付出，你用你的性命咧唱诗，上帝拢知影。这是耶稣该讲，怠惰的昏睡的信徒几乎坐满教会的座位。你注意听这本节一下，昏沉的姿势，草率马虎的服侍我，草率马虎的服侍我，哦，就凊彩。牧师有定咧讲，我定讲，敬拜上好像来凊凊彩彩，有无？我定咧讲。啊！即我也捌看即本册，我头一摆看了，伊即个人主要说有该讲，甲即个人讲，主阁互我看到一大群撒旦的所领导的邪灵咧折磨人，互伊哪焦虑、诱惑，佮嘲弄上帝的心，有无？互伊引起焦虑哦，啊，诱惑伊，啊，佮嘲弄他，后来佮继续看，成功的4个领域哦，过来就是啥物？牧师提到有无？这个时代所拄着上厉害的政见，就是过来，伊4项就是过来就是心思甲思想的政见，有无？我今日要讲，我今日也要讲，
哦，伊即本册内底有嘛是有写哦，因为我即摆引述即本册内底，哦，即4个领域了，即本册就提到第5个领域，就是人的心的领域，人的心嘛，有无？所以我圣经有一句话讲啦，你的心伫倒落，就你的人伫倒落，有无？你来到教会牧师无咧讲，你来用你的心来，毋是人来啦，啊人来心都无来，你的心伫倒落，你的人就伫倒落。OK， 最后说我甲你讲哦，讲要甲撒旦争战，必须要先赢得人心。我要甲你讲，我伫教会咧牧会，足咧破坏，你知无？破坏啊，有对牧师有意见，无即啊，甲破坏掉去。啊，即摆就安啦，就走啊，就走啊，你知无？就看啊，用伊听迄无，我就捌听到一个人讲，啊，伊听到伊无来，啊是安怎？啊，无无一只，我也无甲讲啊，我无甲讲安尼啊，啊，毋知啥物人甲讲的，你敢知？伊讲伊来坐无爽快啊，伊安尼走，讲我甲讲安怎？啊，其实我都也无甲讲啊，啊，我都毋知影啥物人甲讲的，所以我讲咧，撒旦咧做工，你知道？我咧找人倒来上帝的怀抱，甲你教正确的观念思考。我咧甲你教正确的，啊，你拢表面咧甲我，我人莫来上好，哦，有无？我咧得人啊，你咧掠人走，啊，你是不对啦，吼，所以茫袂记，主要说甲伊讲啊啦，撒旦咧争战，你必须要先赢得人心，对不对？你爱互伊心，甲你做伙同工。甲你做伙直接做工，甲我做伙直接服侍，吼、哦。这本册我讲咧，所以当越多人对邪灵让步的时候，就越多人对上帝的声音啊漠视、置之不理。他们听不到在他们内心的属灵的感动，无啊，无迄个感动。所以撒旦透过诱惑，我前我有甲恁讲过，啊，压制，啊，过来啊，迷恋，啊，过来啊。贵妇心来攻击咱，特别贵妇心的，一个有啊。伫圣经内底，耶稣无咧讲，耶稣几啊遍拢赶鬼有啊。你注意看，耶稣伫行的行为内底，伊伫个世间的中间，伊游玩，所以你注意个看，伊甲你解剖互你知影来攻击咱。所以撒旦你一直咧反对上帝甲伊个人，甲伊个圣工，撒旦一直咧反对上帝甲伊。你若要参与你圣工，有当牧师讲，叫你来参与了，我就来甲你主动，甲你做个读个，做个读个，很咪就啊，我无法度啊，我要艰苦是啊，其实无啦，你拨开遮，哦，上帝互你有开力，你信这上帝是你活我的上帝，你咧行啦，啊，我毋知，上帝绝对会帮助你，哦，茫袂记，哦，咱第一茫听到迄个。所以，伊对你的心思意念，甲你安尼控制，甲你压制，甲你迷惑，有无？诱惑、压制、迷恋，甚至来附在你身上，你来注意，哦。啊，当然，这贵妇也是足无简单的，为啥？牧师来讲，啊，你讲牧师讲到遮无呀，茫袂记的。你若甲上帝定结连，你若上帝牧师无讲，来啊啦，互牧师说咧，上帝拢亲自甲你看面啦，讲这个是我的，你撒旦你就含一支头毛落去甲。袂当甲叮当，因为约伯有无？约伯的故事你会记袂？上帝讲，伊温存你去甲，撒旦讲啊，你就是互伊好食困啦，啊，互伊你拢打拢输，啊，伊毋才会才疼你。上帝讲啦，啊无好啊，我将约伯交互你啊。但是有一项代志，你袂使啦，袂使含埋伊的性命，其他拢会使，对不对？你注意看，咱毋免烦恼，你的性命拢是上帝掌握的。你说咧，你入教会，你甲上帝有这结连，你拢撒旦拢无可能害伊。啊，你有了解？撒旦绝对无可能害你，伊也无法度人害伊啊，因为你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这是你的确信，咱的确信，会记的哈。牧师甲你教导，你就爱记吼。啊，所以拢咧读个基督徒，一寡圣工，甲我继续引述哦，因为因知影家己会当做歹日子已经无偌济啊啦。圣经咱主要所读的圣经有无？有无？恁知影，保罗先生伫个帖撒罗尼迦第5章，我头先甲恁讲的5章，甲恁讲讲，因为恁家己知影，主的日子来到，亲像迷奸的贼共款，恁家己明明知影。牧师来讲，伫这个世代，你过几啊千年的圣经到今日，上帝看1000年是一天啦，啊，几啊千年经过几工，咱即马2000年2天啦。啊，
啊，你来看，咱伫圣经内底用几啊千年前就甲你讲啊，有无？几啊千年前，几啊2工前才甲你讲。哦，经过圣经2工前，上帝才甲你讲。啊，你是讲几啊千年前，无啦2工。所以你注意看，圣经内底你注意，如果你甲你讲，迄个日子要真正出来到，所以伊知影，即个撒旦知影，伊作恶的日子不多了。你看启示录，你注意看启示录，启示录你甲现个，伊才有讲到足个启示录的去。所以，这个欺骗者的活动甲欺骗的灵，这个指撒旦啊，拢甲你欺骗。无数个人来讲，假互你信以为真啦。啊，你拢抓准伊也是真理哦。撒旦拢甲你假拢你用。甲你分化啊！甲你啥啊？无输啊！你讲诶，人迄教会哦，你甲看人迄经哦，偌安怎愈安怎？你诶哦，安怎啊？甲你消入你诶力量哦！你注意，茫袂记诶，无输来讲，你来分辨哦，邪灵的灵已经增加了。主要说对佫甲伊讲，第6个属灵的精进进行的领域，就是伫人的思想内底，头先伊诶迄个心。哦，心思意念对不对？过来一个你的思想 ，your mind， 伫你的思想内底，伊讲啊，哦，这上界容易，我撒旦甲伊承认。如果规模会当干涉一个人的思想模式的话，啊啦，耶稣甲你讲，伊已经赢到一个上重要的战争。所以注意啊，你的心思意念足要紧。啊，你要心思意念要安怎去掉？所以牧师袂甲你讲，定你爱去掉伊上帝有无？定来为好去想。毋通为歹受，一个少就为歹啊！无错，无法度啊！我阿强要翘伊啊！啊，你真正翘伊，我甲你讲，你毋通定去互迄撒旦规模甲你占据你的 mind， 你的头壳心思意念，定拢甲你讲歹，互你看歹。啊，牧师啊，无法度啦！啊，祈祷遐久，我拢袂好啊，无遐无钱食啊！信耶稣要有啥物路呀？咱甲你讲安尼有无？啊，注意啊！你要注意心思意念，甲你甲你掠去，主耶稣甲伊讲啊！你主耶稣咱甲伊讲哦，伊讲，亲像我对你的意念是好的，撒旦的意念是邪恶的，有无？主耶稣对咱每一个人拢疼咱，无说无，耶稣是疼你的，对不对？你信耶稣，伊无可能讲，啊，你若无爱甲我信哦，我就要甲你安怎？咱今日有某一个宗教。基督教内底讲啊，讲你若无去甲拜哦，无去礼拜，讲伊会讲甲你安怎？讲耶稣会甲你讲，你会安怎做为了安怎？凊彩讲，我被传啦！只只后摆，只是上帝第一个心魔，都足乱来。基督教后迄传这种真理的，你要拜哦，英根教的，我甲你讲，我阿伯。哦，你若无去教伊讲，你若无去继续去，讲你要离开个教，讲你就会安怎就安怎，无有代志。甚物人你要离开咱个教会，无袂来讲，你若离开咱教会，你就安怎拄安怎，凊彩讲，无啦，无需要甲你讲，袂安尼啦。哦，耶稣是疼你，耶稣知影你会欠几较输。哦，万袂记，你定定去掉你上帝。所以主要说甲你讲，我的意念是好的，撒旦伊是邪恶，要对付你，伊要扭曲你讲的话，要混淆你的思想，有无？我牧师咧讲，伊甲你扭曲啊。有无？甲你扭曲，所以有人咧奇怪，有人咧甲我讲，我说你敢有甲讲说，我凊彩讲，我头甲讲啊，我无甲讲，我毋捌将来我毋捌甲讲安怎，伊佫讲什么牧师甲讲安怎，扭曲我的话，哦白贼做白贼，扭曲混淆你的思想，照着我伫你的心中的道，有无？照着主耶稣有甲讲。伊伫咱的心中的道理，因为你的心思经常集中在我身上，你就能够抵挡魔鬼。是这耶稣亲身讲，你经常你的心思要集中在我身上啊，所以你唱歌唱着，等于定唱歌有无？就亲像耶稣定你集中在上帝的身上嘛。我如一个全新的你，我来讲哦，你一个全新的你今年有几年来底用食做一个。我专心的，你敢袂歹？啊，你定来咧，有当我咧行路，还是咧调多摆，迄个音乐就走出来，走去我头壳内底出来。我想要甲你讲，你就是伫咧生活队伍，你唱圣诗的一个作用，有无？定定起到你上帝，所以最后说甲你讲啊，讲戒指我的心中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哦，道理，你来听道理，有无？你礼拜你来听，我是甲你讲道理，刻到你的心内，戒指上帝的道，上帝的话。word 伫你内底，因为你的心思真定集中，所以
我想起一句话，即个诗篇好啦，为你三思邀我入来，这人好去。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干。有无？为你三思邀我入来，你定来想上帝的话。所以你今日圣经读的，你嘛会当甲，有无？你读了圣经，有无？你定装备你本身爱什么，当做什么？听甲我讲，爱做什么护心镜，有无？啊，记什么？啊，骹前福音的话，有无？啊，举宝剑，上帝的话嘛，有无？吼，你拢上帝的话，啊，记牢。伊的心思正好集中伊的心上，你会当抵挡魔鬼，放心啦。哦，咱有当看到魔鬼啊，足个几个月啊，你讲话要惊伊，毋是，你只要定定伫主的内底，定定伫伊内底。我这是耶稣甲伊启示讲，最后一个是肉体灵肉。哦，这老师个引述哦，哦，上帝知影，互我知影，魔鬼哦，这个直接讲啦，恶魔哦，还有一个这个。我魔鬼有个名称啊，恶魔了解我们身体跟身体的需求。伊本节咧，我咧讲的遐理论拢有，伊拢有我有写出来。哦，圣经内底有几处写恶魔，几处写魔鬼，几处写鬼魔，哦，拢有写出来。恶魔了解我们身体跟身体的需求。啊，这就是这是为什么信徒，咱做基督徒的，咱爱请去上帝专为君尊，而且用肉体看家己是。啊，死！用肉体看家己死，这圣经记来是啥物说的？你知哦？即句话圣经的话呢，咱早经查过啊。我看即本册内底，我看了伊写上帝，有无？这为什么信徒爱像迄个，而且爱用肉体看家己是死的？这是圣经上帝的话，伊记载是啥物说？知影人开始。你读一个来，根本就要读一个啦。嗯。第六章，你讲的迄个第八章啦，迄是伫第六章。第六章来，11节，第六章11节。来，第六章11节读一下。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哇，这句话是正。老师来讲，这是迄个人写，耶稣甲讲的。我这句话我受益，这句话是我查经查过的。我也这句话是真正，头拄基本上，遐原来是咧描述啦吼。但是这句话是出自于这个所在，就是参底下所写过。为何信徒？这就是为何信徒要穿戴什么，并向肉体看自己是死的哇！所以这句讲，尼恁罪也得来看家己是死，哦，好无？头前应该有写，哦。哦，反正你用肉体，哦，肉体，第八章啦，吼，应该是第八章啊，第八章不啊，你需要对照者，可能第六章第八章，但是讲这个肉体是看家己死的，反正内底啦，吼，我即马迄个。第八章，水种圣灵、体贴圣灵是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是生命。不属外，你属圣灵，人若灭绝，人可以吼，这个等于这个，这可能有迄个，反正拢有迄个观念。就是意思咧，甲你讲，肉体看家己，爱看家己是死，这是足要紧的原因。所以圣经用《以弗所》第6章11节讲啦，讲爱请去上帝专为军装，就让抵挡魔鬼的诡计。OK。
最后说过，互伊知影撒旦的各种的诡计啊、欺骗的伎俩吼。伊前面我即马搁引述哦，只有靠最后所谓保护的能力，啊，甲上帝的圣神，才会当互人得到自由，去做上帝爱咱做的圣工。哦，所以头前牧师讲过，到咱所拄着上厉害的境界是啥物？心思甲思想的境界，这是咱拄着上厉害。啊，伫即本册拄则有，头前有牧师有讲着，啊已经引述，牧师大概有甲咱说明。哦，咱就个，所以对外界有真正压力。哦，引述了啊，牧师人啊引述拢了，吼，我只讲我家己啊，哦，所以外界真正压力，互咱对上帝信念啊发生动。对内有真济不法的代志，互咱对上帝听啦，渐渐明白。所以咱就要清起上帝信毋茫听的服装来应付这试探。来，信是啥物？信是伫意念上坚定咱向上帝的心。哦，这最要紧。哦，信。哦，啊，听是啥物？就是伫个情感上，咱坚定向上帝的感情，坚定向上帝的感情。哦，啊，毋茫是啥物？毋茫就是伫个思想的顶面掠，哦，哦，掠，即天顶啊，甲未来的代志做啊，做效念的。啊，真正你最即句话，我说这嘛是圣经上的话，哇，圣经内底有一句话，你讲啊，毋茫啊啦，定定受地面上的事啦，有无？爱想啊啦，天顶的事，定定效念天顶的事啊，有无？定定效念天年的事啊，毋茫定啊，所以。伫个即个罗马书12章，你甲你讲，毋茫啊，合法即个事，有无？啊，定来少年天顶的事，哦，所以毋茫就是思想上掠天顶甲未来的事做为念，哦，为念，哦，我较文言文的写完，啊，信就是伫个意念上坚定咱上帝心。听就是咱伫情感上坚定向上帝感情，哦，这甲抄起来，你甲抄起来，啊，你听甲毋茫到底是要安解释？哦，毋茫就是伫个思想上掠天顶甲未来的代志做，哦，互咱定定笑念的，定定思念的，哦，未思念这地面上的这代志，是天顶。所以用信甲听做护心镜，哦。对遮，咱会当拒绝魔鬼的试探，而且用得救的毋茫，诚做头盔，哦，期待将来啊啦，永生的应允，甲身体得到救赎的一个救恩，做基督徒的咱，弟兄们，咱必须要充满着啥？信、毋茫、听，这个信仰甲生活。这他是在里马里讲。哦，就是种啊！你读圣经，伊第二个讲啊啦，他说讲第一个读圣经，第二个就是啊啦，爱行出来，信仰生活爱行出来。所以第二个牧师点讲咯，你有信望爱的信仰甲生活，你得要将信望爱实行伫你的生活中啦。你亲像啊啦，一领衫穿伫个你的面顶，将信望爱有，就阮囝咧做迄个信望爱啊吼。亲像安尼啦，亲像类似，你甲迄信望爱啊穿伫个身躯的面顶有无？拍迄领衫，如果失去这，就亲像安啦，通白摕啊，咱拢无穿啊，哦，根本就无基督徒的状态，哦，这是牧师吼，伫即礼拜哦所甲咱讲的咱袂记第一件第一领的衫，哦，咱下日礼拜，哦，第二领、第三领。哦，啊，下礼拜我较，迄个我已经讲较侪去了。下礼拜可能较简单，哦，咱要去对这圣经内底来看这过来两领是啥物事，怎要来对付魔鬼，哦，这个引诱，哦，加伊种个迷惑，哦，咱三个当心来祈祷。这位上帝叫你帮助我，你明我，我现在是能者，总是主你成做我的瓦管甲帮助，有你的心毋茫听。踮伫阮大家中间，阮伫生活中行出信，毋茫甲听，将这领衫定定穿伫我的心上，甚至行出来。有一人对安尼，佫较明白上帝，
你的面前感谢祈祷，拢上个正说同来求，阿门。